大家好，我係 K 啊。香港樓市向好信號非常之明顯，特別係呢個豪宅嘅市場。講緊上個月1月份單月嘅過億元嘅成交，已經係以前一季嘅總和。基本上每一日都會售出一宗過億元嘅物業嘅，真係非常之誇張同埋厲害㗎。其中深受老牌家族同埋名人富豪喜愛嘅呢個薄扶林區咧，喺上個月底都成交咗一宗6000尺嘅呢個獨立洋房。即係同大家介紹下薄扶林嘅事啦。咁香港政府喺70年代落咗一道命令，就限制咗呢一區嘅土地發展喎。亦都因為呢個原因，區內可以保持到呢個咁低密度、咁寧靜舒心，同一時間私隱度又咁高嘅一個生活環境，所以係深受一啲老牌家族嘅喜愛，譬如霍英東家族啦，同埋周啟邦家族嘅。其實阿 K 收到咁多客人嘅諮詢咧，都好明白大家係好想揾到一個完美嘅每種情況，個面積想要3000零4000幾尺，又要係全新嘅電梯洋房，又要帶翻私家花園同埋泳池，同埋又想要環境清靜之餘，離市區又唔好太遠喎。咁阿 K 今日嚟到嘅薄扶林全新純洋房項目 Mount Portland 就可以一次過滿足晒你嘅需求啦。Mount Portland 呢一個項目咧，係擁有市場上面兩個獨有嘅一個優勢。第一就係佢係港島區離中環最近嘅一個全新純洋房項目。第二咧就係唔單止地下，而係佢每一層嘅層高都做翻4.5米。陣間大家跟阿 K 入去睇呢個精裝示範單位嘅時候咧，我就同大家詳細介紹翻。而我而家身處嘅呢個前花園咧，都大有來頭嘅喎，係由加拿大著名品牌打造嘅一個升降泳池。咁個泳池高度咧係可以自己自由咁樣調整嘅喎。當小朋友落去游水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將佢較翻高啲啦，可以保障翻屋企人嘅安全。令到而家冬天唔游水嘅時候咧，又可以將佢升翻上嚟，就可以變身成為咗一個特大嘅一個私家花園嘅範圍。呢一間洋房咧，佢嘅套內面積大約係有4800尺，連埋一個過千尺嘅前後花園啦，同埋呢一個900幾尺嘅一個天台。另外呢個洋房已經做好晒全屋咁靚嘅一個裝修，可以慳翻唔少時間同埋精力咧，去諗點樣去裝修呢個屋企嘅。譬如而家越嚟多老闆咧，好注重自己嘅養生啦，所以佢喺客廳嘅呢一個會客區隔離咧，都做咗一個茗茶區。個設計師喺屋企咧唔同嘅角落都放咗呢一個咁靚嘅一個 lily 咧茉莉花，令到成個屋企嘅感覺咧非常之優雅啦，同埋好有品味嘅。過到嚟呢一邊咧，當然係有充足空間可以放到10到12人嘅一個大餐台，上面咧仲做咗一個非常之豪華嘅一個水晶燈，盡顯到呢一度豪宅嘅一個氣派。仲做咗一個酒吧區，後面咧就做咗呢個組合櫃啦，可以放翻一啲珍藏嘅美酒。等住出到嚟咧，就可以輕鬆咁樣嚟到咗呢個前花園嘅範圍。另外 Mount Portland 佢係採用翻呢個巴西入口嘅呢個高級嘅天然石材，咁佢個材質咧係非常之堅固耐用嘅喎，所以咧時間越耐反而就越襟睇，令到成個洋房咧個外觀都係歷久常新嘅。咁你話點解咁多老闆中意整間洋房？就因為咧，有時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話，可以方便佢哋輕鬆咁樣去到唔同嘅樓層。Family room 家庭廳就係每一個洋房必備嘅一個功能區域。呢度嘅一個間隔就係4房4套，每一個房間咧都有自己一個獨立衛生間嘅。咁1樓咧就係3間套房啦，而其中2間咧就係廳房同向，睇翻呢出邊呢一個咁翠綠嘅山景嘅。所以佢每一層咧都只帶翻一個生活陽台，而個陽台個橫面咧都可以橫跨到2間套房嘅。但係我成日阿 K 都講過啦，呢度擁有一個市場獨有嘅優勢，但佢每一層嘅層高都做翻4.5米俾你。而家見到呢一個套房嘅裝修咧，佢都充分咁運用咗呢個特高樓底優勢，仲做咗一個閣樓仔喎。你話仔仔女女有再多嘅雜物咧，都唔怕冇地方去收納啦。第2間嘅套房啦，咁呢度用色就比較中性啲嘅，咁就好啱呢樣嘅仔仔用。同人哋都係空間寬敞，係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咁另外喺個床嘅後面咧，仲做咗一個特長嘅一個書台位嘅。出到嚟陽台嘅位咧，你可以享受到非常之翠綠嘅一個山巒美景啦。咁下面咧就係呢個薄扶林遊樂場，所以成個景色非常之開揚同埋舒心。K 發現越嚟多客戶咧係中意享受翻一個戶外空間嘅，無論係標準分層單位啦，定係呢一類嘅洋房咧，都希望係有翻一個特大嘅露台。咁就可以去陽台嘅位度咧，放翻一啲嘅 coffee table 啊，一啲凳仔咧，喺你嘅陽台度一邊望住個美景啦，一邊去嘆杯咖啡啊，睇下書嘅喎。貨房咧，同樣嘅設計師都做咗一個閣樓仔啦，呢個就係一個特長嘅書台，充足空間咧，俾仔仔去做嘢啊、讀書、溫習嚟嘅。而1樓嘅第3間套房咧，就係向翻我哋屋苑樂園嘅一個清幽嘅一個園景。咁呢一間咧，佢就冇做閣樓仔啦，
咁但係大家都可以參考翻呢一度嘅一個裝修設計啦，你放翻啲特大嘅畫作啦，同埋個衣櫃咧都可以做翻一個去到頂嘅一個衣櫃，充分咁樣利用翻呢一度嘅一個特高樓底優勢。阿 K 而家嚟到咗2樓，呢一度咧全層都係一個主人嘅生活空間。大家留意到床上面同樣掛咗一幅巨型嘅呢個藝術畫作，而畫入邊嘅主人公咧喺屋內唔同角落都會出現嘅呢一個茉莉花。由呢個細節位都係見到設計師嘅一個用心啦。喺呢個寢區嘅隔離就做咗個休憩區啦。咁平時咧，你話主人可以同佢另一半喺度咧一邊食個早餐啦，飲杯咖啡，一邊欣賞出邊呢一個翠綠嘅山巒美景。設計師後面咁樣用翻呢個假屏風，劃分將一個書房區，同樣地係掛咗呢個鮮花嘅一個畫作。個幅度都係橫跨翻成個主人套房嘅，主人就可以隨時出去呼吸翻呢個新鮮空氣，享受翻呢個翠綠嘅山景。都做咗一個好有質感嘅一個透明色櫃。咁 Mount Portland 洋房咧，主人套外嘅一個好大嘅賣點就係佢俾咗一個私家嘅桑拿房啦，同埋連呢個淋浴間都做咗口千井。呢私家電梯咧係可以直達到呢個地下嘅車庫啦，同埋上嚟天台喎。咁呢個設計咧喺市場上面都比較少有嘅。阿 K 而家嚟到嘅就係佢呢個私家嘅天台啦，成個使用面積係有超過900尺嘅。所以咧就會見到頭先我哋介紹主人衛浴嘅時候望到嘅嗰口天井。咁大家可以發揮下你嘅想像空間，將呢度咧打造翻一個屬於自己嘅迷你花園啦。休息嘅時候咧都可以隨時上嚟到曬下日光浴，同埋享受翻呢一個咧咁靚嘅一個翠綠嘅山景啦。大家睇完呢一間靚到好似藝術品嘅呢個全新嘅精裝洋房，同埋都同阿 K 一樣，對 Mount Portland非常之心動咧。而家全館7間電梯洋房咧係已經售出咗4間，剩翻最後3名幸運兒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 Mount Portland 嘅詳細材料，同埋過嚟預約參觀佢驗樓嘅話咧，咁可以加翻阿 K 一個微信或者 WhatsApp 好友。咁我今日介紹就嚟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嘅頻道啦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